自己心里有点数啊。公主，此举何意？你那个，吃看他，吃看他，吃看他。我问问你，我现在是不是死定了？你现在确实死定了。我告诉你，夫人，一会儿我死了之后，你要诛他九族，诛他九族，五马分尸。我感觉到毒液已经漫发到运行到我大脑神经了，暖暖的，舌头有僵吗？好吗？舌头也僵了。啊，大舌头说不出话来了。舌头僵了，舌头也僵了。好，这样呢？狗子咽呢？你这样后劲儿，这毒挺猛的。公主啊，公主。